主后2023年4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什么才是重要的？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23章第1节到24章28节。后来耶稣对群众甲伊的门徒讲：今日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坐摩西的位解说律法，所以因所甲恁讲的，恁拢着做，着遵守。不过毋通学因的行为，因为因会讲袂做。因将人担无法的重担捆互人担，家己连一支砖头仔都毋肯振动。因所有行为拢是要做互人看，因为因将家己的经文地做较宽，衫具的手做较长。因爱伫宴会坐大位，伫会堂坐悬位，伫市场口互人请安，互人称呼列比。毋过恁毋通互人称作列比，因为恁只有一位老师，恁拢是兄弟姊妹。伫地上，恁毋通称呼人做老师、老爸，因为恁只有一位老爸，就是伫天顶迄位。恁嘛毋通互人称作教师，因为恁只有一位教师，就是基督。恁中间上大的，着做恁的妻用。自古的会受降价，自欠的会受高升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啦！恁将天国的门关起来，毋互人入去。恁家己毋入去，连要入去的人嘛毋互因入去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啦！恁为着要互一个人改装入教，天边海角行透透。迄个人入教了后，恁煞互伊变做地狱的囝，比恁更白歹。青面做带路的恁惨啦！恁讲，人若记圣殿咒纸无准算，毋过若记殿内的金器咒纸就着守。恁遮个当戆过青面的人啊，倒一项较重要？是金器，还是互金器成做神圣的圣殿？恁阁讲，人指这段咒纸无准算，若指这段顶的祭物咒纸就着守。恁遮个青面的人啊，是祭物，还是互祭物成做神圣的祭坛？倒一项较重要？所以，人记祭坛咒纸，就是记祭坛甲迄顶面所有的祭物咒纸；人记圣殿咒纸，就是记圣殿甲踮伫迄内面的上帝咒纸；人记天咒纸，就是记上帝的宝座甲坐伫迄顶面的上帝咒纸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啦！因为恁连香料、薄荷、八角、烧花香都献1/10互上帝。律法所重视的正义、仁慈甲信实，恁颠倒忽略，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。顶面遐个嘛毋通忽略。恁遮个青面做带路的，一只细只蠓虫，恁都甲撸出来，落倒颠倒规只甲吞落去。加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啦！因为恁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，内面却堆满贪欲甲放纵。恁遮个青面的法利赛人啊，
着先甲杯的内面洗清气，外面自然就清气。过好会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啦！因为恁亲像擦白白的网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堆满死人的骨头甲逐项的污秽。恁嘛亲像安尼，外面互人看做义人，内面却充满假好甲不法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啦！因为恁去做先知的梦，整修义人的纪念碑，佮讲，阮若活伫阮祖先的时代，一定袂甲因做伙杀害先知。安尼，恁是家己在证实恁是杀害先知遐个人的子孙。恁祖先做的歹代，做恁去完成好啦。恁遮个独蛇的子孙，奸鬼的人啊，恁敢会当逃闪地狱的刑罚？所以，我要找先知、智慧人，甲经学教师去恁遐。因有诶会互恁杀害，也是顶十字架；有诶会互恁伫恁诶会堂边拍，互恁对即个城赶到迄个城。安尼，恁伫地上杀死义人诶血罪，拢归伫恁身上，就是对义人阿伯楼诶血，甲伫圣所甲祭坛诶中间。巴拉加的囝撒加利亚流的血，拢归伫恁身上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血罪拢会归伫即世代的人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杀死先知，搁用石头钉死上帝找你来遮的使者。我偌济遍。爱要自入你的囝儿，亲像家母自入家仔囝，甲伊压伫一个下，恁拢无爱。恁看，恁的厝会荒废，无人住。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绝对看袂着我。直到恁讲，奉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耶稣对圣殿出来，拄要离开的时，门徒活来，报伊看圣殿的建筑物。耶稣甲因讲：“这个恁敢毋是拢有看到？我实在甲恁讲，伫遮一切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两块石相贴。”耶稣伫橄榄山顶得坐的时，门徒私下来问伊：“请甲阮讲，即个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你的来临甲今世的结局有甚物兆头？”耶稣应讲：“着谨慎，才免互人甲恁迷惑，因为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恁会听到战争以及战争的风声，着谨慎，毋免惊。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，毋过终局还未到。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这个所在有饥荒甲地动。这一切代志不过是催阵痛疼的开始。迄时，恁会互人掠去苦楚、杀害；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万民怨恨。迄时，真侪人会失去信心，互相出卖，彼此怨恨。有真侪假先知会出来迷惑真侪人。不法的代志若加添，真侪人会痛心，会渐渐冷淡。毋过，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。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
最后终局才会到。所以，当恁看到上帝通过先知但以理所讲，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神圣的所在，太人就明白即句话的意思。迄时，伫犹太的人就逃走去山内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摕厝内的物，伫远远的毋通转去遐外衫。伫遐个日子，有神因的，甲互婴仔食奶的妇人人非常不幸，着祈祷恁才免伫冬天也是安息日逃难。因为伫遐个日子，特别有大灾难，是创造宇宙以来毋捌有诶，将来嘛袂阁有。上帝若无减少遐个日子，世间人无一个会得到救。毋过为着伊诶选民，上帝会减少遐个日子。迄时，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遮，还是讲伊伫遐，毋通相信，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大神热甲奇事来迷惑人。若会连选民都要甲因迷惑，我已经先甲恁讲啦。所以，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旷野，毋通出去，也是讲恁看伊伫房间内，嘛毋通相信。死若对东边死到西边，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安尼。尸体伫倒位，秃头鹰拢会去活去遐。即个灾难的日子，一个过去，日会变做黑暗，月袂发光，星会对天顶落落来，天顶的光体拢会摇逝。迄时，人子的兆头会伫天顶出现，地上万族万民拢会啼哭，因为看见人子充满权能，甲大阳光坐天顶的云来临。伊会找伊的天使，分响亮的喇叭，对天的即边到天的迄边，对四方组织伊的选民。恁着对无花果树学习，其本意发晓的时，恁就知夏天得要到啦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这一切的代志的时，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一切的代志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关系迄个日、迄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若定。因为人子的来临，嘛会亲像挪亚的时的情景。大水来以前，到挪亚进入大船迄日，人照常啉食过带，因糊里糊涂拢毋知，大水忽然来，拢甲因冲走。人子的来临嘛会安尼。迄时有两个人伫田里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地。两个妇人人底下无经，底下就无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放地。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恁的主什么日会来临。恁着知，即家的主人若在暗时几点贼仔会来，一定会警醒，袂互贼仔也壁空入来厝内。所以，恁嘛着准备便便，因为人子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。若是安尼，什么人是忠实佮聪明的奴仆？就是主人交代伊
关家内其他的奴仆，照时分食物，互因迄个人。伊的主人转来的时，互伊看到有照安尼做，迄个奴仆实在有福气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主人会派即个奴仆去管理伊拢总的财产。迄个歹的奴仆若心内想讲，我的主人袂遐紧转来，就拍平平做奴仆个，搁甲酒醉个做伙夜啉夜食。主人会伫伊无按算的日，毋知的时阵转来。主人会严严甲伊处罚，甲伊甲假好的人下做堆，伫遐因会啼哭家己切齿。什么才是重要的？这摆是教会节期的受难周，是为着纪念耶稣基督为咱受苦。每一日，基督徒透过读经、默想，通搁一遍体会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后，哪来哪接近12架苦路的过程。伫马太福音23章，有袂少篇幅讲到耶稣谈论行教师和法利赛派的人的伪善，经过门徒和证人着封闭这个人的教训。耶稣指责行教师和法利赛派的人，因为因教示别人遵守律法，家己却毋实践。因甲重担看伫别人的身上，家己却毋肯动一支指头仔去减轻别人的负担。因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、称赞，却毋愿意身体力行，对心底来好款待别人。对经学教师和法利赛派的人来讲，什么才是重要的？因看重外在的宗教礼仪，内心却无甲外在所行一致。因指着金仔甲祭物咒詛，伫咒詛的内容、形式、大作文章，却毋敬畏至圣的上帝。因看重律法中的有机美节，连芳了道上细奉献十分之。毋过，律法中重要的教训，亲像正义、仁慈、信实，反倒毋遵守。因甲陪伴外面洗甲真清气，内面却缀满贪欲和放纵。因为先知、圣贤受到坟墓纪念碑，却对着伤害、杀害上帝所派来的先知。法利赛派的人看做重要的，却甲上帝所看重的对反。到底什么才是信仰生活中重要？这值得咱深思。伫耶稣比宗教大这本册中间，作者对宗教甲信仰之间做一寡比较和反省。伊讲，教会毋是好人好事的博物馆，是破碎的人的医院。因为安尼，咱毋免隐瞒家己的失败，甚至毋免隐瞒罪过，因为咱倚靠的毋是家己，是上帝。这段话真实提醒咱，无需要遮掩家己的软弱甲失败，只需要伫上帝面前真实拍开家己的心。真实的信仰是帮助咱活伫光明中，搁互咱通内外一致。经学教师和法利赛派的人，诚做咱伫教会生活中的照镜。咱着省思，教会是毋是变成一个空有严谨宗教仪式的宗教组织，却忽略信仰中真正重要的敬畏上帝和遵行正义、仁慈、信实的。教会毋是一个完美的地方，是由一群
蒙阮的罪人组成的信仰团体。虽然教会无够完美，众信徒却愿意做伙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，搁伫即中间经历上帝恩典的带领。对基督徒来看，真正重要的将来毋是外在的车赢亮丽、成功、胜利、受人称赞，是愿意面对内心的黑暗甲软弱，因为体会上帝的怜悯慈爱，用真实忠心跟对耶稣遵行真道，安尼才通互家己甲信仰群体活出内外一致的生命。默想，我要安怎活出内外一致的信仰生命呢？我要安怎活出内外一致的信仰生命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引带我常常检视家己心中的黑暗，愿意坦诚面对家己需要调整的所在，活出内外一致的生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